来自马来西亚槟城的慧培法师，多年来用画面记录执事、修行与参学的过程。他所记录的每张照片，特别将佛法的智慧与观点融入影像当中，传达佛家的慈悲以及他独特的见解。53餐摄影巡回展15日来到了佛光山南台别院展出。这个展览有108件的作品。那里面有53篇文章的故事，搭配我们佛光山的活动照片，好来展出。那主要的目的呢，就是透过这53篇的新的报告啊，跟我的照片，来透过这个内容，让大家更了解我们人间佛教弘扬的角度，来呈现好我们佛教好跟我们现代人生活的一个接轨，好让大家更理解，好佛教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是可以实践的。南台别院特别举办盛大的开幕典礼，邀请许多功德主到场观礼，并由南台别院合唱团带来歌曲演唱，现场气氛温暖幸福。画面都是我们熟悉的，甚至呢，我们也参与其中。那里面呢，有很多感人、温馨的，也有禅的宁静，也有呢非常令人震撼、感动的一些微妙的细节。慧培法师53餐摄影巡回展。展期自即日起至明年1月12日，共展出慧培法师108幅摄影作品，其中有53件摄影创作，还搭配了充满佛学智慧的文字，相信一定会让观赏者从中感受佛家的慈悲心怀。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。